謀略家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上任百幾日，大動作頻仍，代表作係以關稅地圖炮逼各國歸邊談判，誘騙中共報復，再經一輪互相大幅增加關稅之後，逼中共談判並且達成臨時協議，中方將關稅減到10%，美方就同樣減到10%，不過就另加芬太尼懲罰關稅20%，再加未有取消嘅301條款關稅嘅部分，對中方共徵關稅約55%。另外仲有其他特別關稅同埋郵寄小包裹嘅54%。雖然中共大外宣同埋美國主流媒體合流，一再強調美方關稅戰失利，不過數字已經說明一切。其他中共低頭服軟嘅退讓更加唔使多講。英美兩國最新達成嘅貿易協議，雖然主打保障鋼鐵同埋汽車產業，其實最重要嘅一條反為係，任何中國喺英國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嘅投資，都要先徵詢美國。而呢一條條款亦好大機會適用於美國同其他國家嘅協議。如此一來，中共嘅對外滲透就將被美國限制。Donald Trump嘅中東之旅更加係石破天驚。佢帶住一眾頂級科技巨頭、大企業家，第一站訪問沙地阿拉伯，獲得該國王儲帝王級招待，同埋1萬億美元嘅投資。第二站卡塔爾亦都贏得210架波音客機同埋其他航空設備嘅訂單，以及送俾美國嘅一份奢華版空軍1號禮物。第三站阿聯酋亦都簽署咗一份2000億美元經貿合作嘅協議。呢一次中東戰略同埋貿易之旅，美國給予中東諸國嘅係 AI 高科技、先進武器同埋美國嘅軍事保護，而美國要嘅係踢人民幣出局，將石油美元轉化為 AI 美元，鞏固美元嘅霸權地位，引進中東諸國大量投資美國嘅資金，孤立中共扶植嘅伊朗，使佢唔能夠發展核武，壓制真主黨、哈馬斯、胡塞武裝等恐怖勢力，等佢哋唔能夠再興風作浪，降低石油價格，以對沖美國本土通脹等。雙方各取所需，一拍即合，賓主盡歡。相對中東嘅新興龐大市場，若果要選邊，中國市場對一眾科技同埋企業巨頭就變成雞肋。面對美國嘅 AI 高科技同埋先進武器嘅巨大利益，中東諸國亦都樂意配合。去壓制同埋孤立伊朗，最終更徹底清除中共同埋俄羅斯喺背後對中東嘅影響力。中東之行後，Donald Trump 更招安敘利亞新政府，以色列同埋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亦都漸露曙光。中東嘅火藥味從此可望暫告一段落。如此一來，俄羅斯高價石油吸取外匯養侵烏之戰從此不再。亦都將會墮入戰也不能、和也不是嘅進退兩難境地。中共喺背後挑起嘅以哈之戰，喺俄烏戰爭嘅拱火澆油，意圖牽制美國，亦將邁向失敗。於是美國就得以喺亞太地區專注全力震懾中共。中共未來對美國嘅關稅談判喺 Donald Trump 中東行之後，就更顯得舉步維艱啦。Donald Trump 喺中東外交上嘅大破大立，締造和平，絕對可以稱得上係當今世上嘅一流謀略家。至於之後佢仲有冇其他石破天驚之舉，就要拭目以待啦。